大家好，又到咗科學小博士嘅時間，每位小朋友都會有一個科學小實驗嘅材料包，家長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實驗，然後將相關嘅影片 send 返嚟學校。首先，小朋友需要攞白紙同埋2嚿積木建造一座橋，然後小朋友拎出一隻熊仔放喺紙上面測試一下橋嘅穩定性，觀察一下用幾多張紙先可以承托到一隻玩具熊。留意放玩具熊嘅速度都會影響到紙嘅承托效果。如果覺得橋嘅承托力唔夠嘅話，可以加多幾張紙。小朋友發現原來橋要承受嘅重量越重，橋上的紙就需要作調整。跌咗唔緊要，可以再嚟過。記得完成實驗記錄表。期待你哋嘅影片，下次見。